師總會李潤福主席頒發錦旗。榮獲2011年由中國國術龍獅總會主辦嘅全港國術群英會男子青年套拳組。 香港島西區警務處警民關係組蔡國明主任頒發錦旗。榮獲2011年全港少師國術錦標賽男子長器械組金牌張永傑師傅指套拳組嘅金牌。 本會副主席黃天漢副主席頒發錦旗。榮獲2011年由新武俠雜誌主辦第4屆香港功夫節世界武術大賽男。哇！拉架鏡頭嘅，係。 何華祥主席頒發錦旗。榮獲2011年由新武俠雜誌主辦第4屆香港。 恭請周標國術聯誼會主席鄭沈雲師傅頒發錦旗。榮獲2011年由新武俠雜誌學員。 Chao Ka Kung Fu Academy to play the group 4， 佢哋將會表演集體拳㗎。
榮獲2。再拉架出去。警中外周田過順聯誼會主席羅卓師傅頒發錦旗。喺養和醫院成個演講房嗰度做嘢，個演講有啫。榮獲2011年由濕武俠雜誌主辦第4屆香港功夫節世界武術大賽男子南方套拳賽。